2025年過咗未夠一半，已經有好多陪伴咗我哋好耐嘅老字號同地道餐飲陸陸續續結業，原因離不開市道差嘅問題。北上消費、外遊強勁、移民潮，加上本地經濟疲弱，可以話係香港飲食業疫後嘅另一個寒冬。連開業差唔多60年，擁有超過170間分店嘅本地大型連鎖餐廳大家樂，早前都發出盈警，指年度純利按年跌近30%，純利較2015年嘅5.87億銳減至大約2.31億。集團就表示，因為內地市場激烈價格競爭，令行業環境惡化，為盈利表現帶嚟顯著嘅壓力。又話中港兩地餐飲出現根本性嘅變化，更逐漸成為新常態。前景未明，飲食業幾時可以撥開雲霧重見昔日嘅青天，暫時都係未知之數。今集我哋就嚟回顧一下香港消失咗嘅味道。曾經喺行運一條龍、黑社會二之以和為貴等經典港產片出現嘅老字號茶餐廳鴻運冰廳，吸引過唔少遊客慕名幫襯。冰廳喺太子服務咗街坊超過40年，係香港碩果僅存嘅其中一間閣樓冰廳。店內嘅裝修同台凳都保留住舊日香港風味。曲奇皮蛋撻、牛油菠蘿包、叉燒太陽蛋飯係佢哋嘅招牌港式美食，成為咗唔少香港人心目中嘅經典。喺舊年4月，餐廳發生火災，但係有幸翻身重開。不過直到12月嘅聖誕就宣布結業啦。當時有人就詢問店員結業嘅原因，對方淨係簡單表示經濟唔好，令食客大為惋惜。當時大批嘅食客嚟送別呢一位冰廳老朋友。去到今年4月，鴻運冰廳嘅命運出現戲劇性嘅發展。結業4個月之後，突然宣布重開，原因係被翠華集團接手，將呢一份昔日嘅味道由回憶帶返嚟現實。有網民就話新餐牌定價比以前進取咗，不過至少呢一個經典品牌得以繼續經營落去。雖然轉咗手，都希望冰廳嘅靈魂同味道得以保存，唔會真係成為回憶的味道。位於中環德輔道中同擺花街，創於1959年嘅羅富記粥麵店，因為東主決定移民加拿大，今年初亦都光榮結業。佢哋嘅炸鯪魚球、經典細蓉、豬腰豬肝粥同魚片粥都係深受愛戴嘅招牌美食。食客就大讚鯪魚球夠晒彈牙，煲粥會用真瘦肉夠足料。而羅富記喺結業之前已經傳到第3代。喺2016年擺花街分店有一個鯪魚嘅霓虹燈招牌，曾經係中環著名地標之一。不過隨住建築條例收緊，被屋宇署下令清拆。當時負責人就將招牌捐贈俾 M+ 博物館作為展品展出，令香港特色霓虹燈得以保存。根據報道，老闆本身想低調離場，所以當時只係同老師傅透露有關結業嘅決定，人工、花紅等等嘅遣散安排亦都一早準備妥當。員工亦都大讚呢位老闆好，好難再揾到。不過消息一傳開，就引嚟大批嘅熟客嚟羅富記作最後道別。餐廳最後喺今年1月25號正式畫上句號。嗰邊廂嘅粥鋪結業，伙計對老闆就依依不捨；呢一邊廂嘅粥鋪執笠，就引嚟大批員工四出聲討。曾經喺香港擁有30間分店，經營咗33年嘅海皇粥店，近年因為生意淡薄，縮減至7間分店。到5月7號正式宣布不敵市道，全線結業。創辦人蔡汪浩1978年畢業之後就開始創業，曾經涉足的士、養魚同埋皮革，後嚟喺1985年開始加入粥品生意，不過都失敗而回。而另一位創辦人即係香港話劇團嘅主席蕭楚基，因為政府喺90年代開始取締大排檔，睇到粥品商機，於是有創立現代化粥店嘅念頭。
兩個人輾轉喺1992年喺紅磡開設首間海皇粥店。時代變，粥品生意亦都漸漸走下坡。佢哋上年曾經因應潮流搞新意思，推出10蚊放題給客任食粥品遊戲，又同香港快運合作推出海皇粥店嘅飛機餐，力求突圍。好可惜，最後都係敵不過經營壓力。其實喺疫情期間，海皇粥店曾經要求員工8折支薪，唔簽同意書嘅話就有可能需要離職。而粥店結業前嘅8個月內，有5間分店陸續結業，當時已經惹起結業疑雲。期間亦都有遲出糧、斷供 MPF 同埋拖欠貨款等等嘅事件發生。直至今年5月初，粥店突然宣布終止業務，並指公司將會清盤，員工如果需要索償，可以向勞工處查詢。80名員工接到噩耗之後，即時向勞工處求助，討回總共800萬嘅血汗錢。事件至今仍然未解決。而面臨同一命運嘅，仲有金記飲食集團。相信唔少人都食過佢哋旗下嘅餐廳，包括金記冰室、金記茶餐廳、金華冰廳等等。集團排期喺今年7月進行清盤聆訊。金記創立於1967年，創辦人陳桂秋喺筲箕灣開設冰室，屹立半個世紀。但係其後面臨結業危機，商人徐文偉於是喺2012年接手餐廳，建立金記冰室集團，開始急速擴張。2013年，佢先喺西營盤重新開店，再開設阿金南洋茶室、士馬拖車潮汕飯店、麗香園冰室、13姨酸菜魚等唔同菜式餐廳。可惜嘅係，計劃往往追唔上變化，急速擴張嘅背後，適逢市道轉差，換嚟嘅就係骨牌式結業。金記冰室高峰期有40間分店，慢慢執剩10間。而阿金南洋冰室同麗香園冰室亦都喺今年結業。金記冰室員工舊年就被拖糧，70名員工到勞工處求助，9間分店涉及約100萬，假期同遣散費等等都未賠償。翻查報道，其實員工舊年年尾被金記終止合約，由新公司君記接手，但係到1月底，君記又突然終止員工嘅合約，追討血汗錢仿佛遙遙無期。燉奶佬聽個名都知同甜品有關，作為香港連鎖餐廳之一，佢喺旺角賣甜品起家。1981年以雙皮奶同薑汁撞奶聞名，不過創辦人鄭連孝就認為甜品唔係必需品，加上單價偏低，所以喺1987年轉型為港式餐廳，以多款式同親民價錢吸客。全盛時期有24間分店，以九龍同新界為主。舊年天水圍店結業之後，最後一間分店即係美孚分店，亦都會喺5月29號關閉。雖然有網民就質疑燉奶佬嘅味道同質素已經大不如前，但係亦都有人話餐廳係童年回憶，多少都會有啲不捨。又有人話餐廳都係美孚人其中一個日常嘅選擇。近年為咗迎合市場，燉奶佬除咗餐廳嘅業務，都推出過即食甜點同埋湯包，嘗試挽救生意。但好可惜，租金嘅壓力同埋市場轉變，都難逃結業嘅命運。每間結業餐廳嘅故事都反映咗本港飲食業以至社會嘅處境。結業潮最根本嘅原因就係香港飲食業正經歷緊巨大嘅變化，熟悉嘅味道一間一間咁消失，幾十年嘅老字號亦都逃不過歲月嘅洗禮，多少都會有啲唏噓。展望香港飲食業可以揾到新方向，就好似業界人士建議，食店可以善用社交媒體做推廣，宣傳地道飲食文化之餘，同時吸引新客。希望無論係迎難而上嘅新餐廳，定係深受愛戴嘅老字號，亦都可以繼續屹立不倒，重新擦亮香港美食天堂呢一塊金漆招牌。除咗財經資訊，信報近期加強文化藝術、旅遊、飲食、體育等嘅內容，
著名文化人蔡瀾復出撰寫專欄，每逢週一、3、5、6見報，週末版附送嘅風信紙，每期有唔少嘅文化專欄、名人專訪，帶領大家擴闊視野，領悟人生智慧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而家大家可以用38蚊嘅優惠價試閱信報網上版14日，大家不妨喺留言區 click 入連結，快啲訂閱體驗一下啦！